兄姊妹，咱来学习咱的上帝，咱来数算上帝的恩典，用感谢献祭，用感谢祈祷献上伫主的面前。咱嘛为着未来后前的道路所拄着的挑战，献上咱的祈祷，咱三角出声来祈祷。弟妹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用生命的道路指示我。感谢你赐了你的话语，伫我的生命中间，去享受我们丰盛的生命。主啊，你讲你是葡萄树，我是树枝，我若行伫你内面，你也常常伫我的内面。离开你，我就无当做啥。主啊，我们紧紧来跟对你，求你帮助我来亲近你。我们将新生命、生命的主权完全交托伫你的手中。像是咱若为着咱的罪，全然摆咧伫主的面前，求主伊的保护来洗净咱所有的罪，求主伊日时日价顶面所留的保护来洗净咱所有的罪过。咱将咱的罪，咱所知也是咱唔知的罪，完全摆咧伫主的面前，求主来洗清。咱三角出声来祈祷。我亲爱的弟兄，感谢你，主啊，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！主，这是阮恳求你的信心，伫阮的中来领导阮的中间，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三角弟妹，你的信心啊，领导每一位座位，无在你座位顶，所有兄弟姊妹拢会领受对着天，对你遐来的福分。主啊，阮承认阮的软弱，阮有罪本性，阮常常来做歹，面单来行好，常常犯罪来离开你的正道，浪费你所赏赐的恩赐。主啊，总是你拢知影阮所犯的罪，恳求你教示阮，互阮知影阮的歹，求你的保护洗清阮所有的罪过，求你的恩惠进入阮的心，互阮伫你的光内面来活，行你的道路。主啊，这是恳求你的信心对主伫阮的心内来做阮的保惠师。主，阮将阮一切各全然交托你的手手，恳求你来引带带领，我献上阮的祈祷伫你的面前，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生命。阿门。相信咱嘛为着富强教会来祈祷，求主来兴旺富强教会。教会是一间传福音、学习主样式、兄弟姊妹和睦相处、彼此接纳，互富强教会成做一个有疼的教会，成做这个社区的亮光，这个城市的祝福，互富强教会成做一个众人祝福的管道。相信咱嘛为着咱的牧者同工，甲大家会友来祈祷，互大位拢有一粒谦卑的心、顺服的灵，用圣灵甲诚实来敬拜咱的上帝，来领受上帝的恩典。相信咱嘛为着富强教会大个家庭来祈祷，也为着病痛中的肢体咱来祈祷，咱三角出声来祈祷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，这是我们为着富强教会来献上的祈祷。主啊，我推动在这个时间，这个顶面，主啊，恳求你的恩典，你的疼爱，你到这个中间，我们主你的，我们多做查经班，这个时间，主啊，恳求你来看，主啊，恳求你来兴起富强教会，富强教会成做一个有疼的教会，富强教会成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，富强教会叫人咱一个叫你丰盛的福分，你稳定你的中间，主啊，恳求你来引带带领，我嘛为着这家庭做咱的祈祷，主，恳求你，互每一个家庭拢充满主你的疼中间，互每一个家庭用基督的疼来建立阮的家庭，互逐个家庭拢是一个丰盛、富裕、有主稳定的家庭。
常时啊为着身体袂疼、心灵软弱的肢体，献上阮的祈祷。主啊，恳求你的信心，甲因三角地地，你以你的大能就临到因的中间，你所来医治的、来复原的中间，主你的亲手来扶持因，你的喜乐的灵就临到因，互因盼望有信心伫病痛中来复原，互因早紧紧来阮的中间，三角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献上阮的祈祷，因为你是至大至善的上帝。我们献上阮的祈祷伫你的面前，安尼恳求感恩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第四，咱嘛为着复兴台湾正教会，传扬平安的福音、救赎稳定来祈祷。那为着台湾的平安、经济和社会和谐，即种只甲两化和平的相处，咱献上咱的祈祷。咱嘛为着大家愿意真做上帝所呼召、真做上帝所贵重的器皿来祈祷。那为着复兴台湾正教会来祈祷。相信咱嘛为着今仔日2场的礼拜，献上咱的祈祷伫主的面前，求主来来引带咱2场的礼拜，互会友拢会对牧师所传讲的信息、所讲的话语中，来得到快乐，来得到造就，来领受上帝的恩典。咱三角出声来祈祷。主啊，我们将阮的台湾献上来祈祷，主恳求你来你的光，来引骗祝福台湾，让台湾拢是领受你的恩惠。台湾来让所有管理的官员拢有智慧、忍耐、公义的心来，存严厉的心来治理台湾这个国家。主啊，我们为着今仔日2场的礼拜，献上我们祈祷伫你面前。主啊，恳求你的信心，甲夏牧师三角地地，来叫我夏牧师对夏牧师所讲出来，拢是带有对你遐来的能力，对你遐来的快乐，对你遐来的恩赐。互讲的甲听的，拢平平紧的造就，互每一位会友拢会当领受对天来的福分，对天来的祝福。我就将2场的礼拜所有的服侍同工献上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有真多服侍同工，伫这个礼拜中间、礼拜定时中来服侍。主啊，恳求你来引带因，你的信心甲伊三角地地，互因哪服侍哪工地，哪服侍哪有快乐。伫服侍中来体会上帝你的疼，甲因三角地地。主啊，将今仔日2场的礼拜全然交托伫你的身上。求主你来引带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将一切荣耀归乎你。安尼感恩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咱跟我做歌加力量，对诗歌活地求上，你是我的一切。当我无得你扶持我，当我最大你将我望，你是我的一切。耶稣，心有歌，看地大乐。耶稣，心有歌，看地大乐。做歌加力量，对诗歌活地求上。主要说是你家，搁我的问题，只是着领导各位兄弟姊妹心情，领导各位兄弟姊妹心情，只是兄弟姊妹，咱来使，咱着对座位中，咱来起立，三角来敬拜咱的上帝。心有歌，看地
看你大乐的上帝，看你大乐。一步搁一步，咱就来跟对上帝的路。
一步对主的脚步，只有一步一步对主的脚步，一步搁一步，咱来对主的脚步来行。主啊，求你掌管伫阮生命中，无论啥事对着攻击的事，大水泛滥的时阵，主，阮恳求你来掌管。大水泛滥的时阵，耶稣掌管；对着攻击的时阵，耶稣掌管。无靠环境，只要专心来相信，耶稣掌管。的时阵，耶稣掌管；对着攻击的时阵，耶稣掌管。无怕环境，只要专心来相信，耶稣掌管，伊万事拢掌管。来唱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因我乐他同下。这每一天来唱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掌管的每一天，耶稣已掌管。大水泛滥的时阵，耶稣掌管；对着攻击的时阵，耶稣掌管。无怕环境，只要专心。来相信，耶稣掌管，伊万事拢掌管。大水泛滥的时阵，耶稣掌管；对着攻击的时阵，耶稣掌管。无怕环境，只要专心来相信，耶稣掌管，伊万事拢掌管。来唱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叫我乐他当下，因这每一天来唱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伊掌管你每一天，耶稣伊掌管，来唱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叫我乐。每一天来唱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伊掌管你每一天，耶稣伊掌管，来唱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叫我乐他当下，因这每一天来唱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掌管你每一天，耶稣伊掌管；伊掌管你每一天，耶稣伊掌管；伊掌管你每一天，耶稣伊掌管。哈利路亚！将一切恶乐颂赞归于天顶的地。这是咱的手，圣诗258首，请咱齐声感谢上帝。请咱齐声感谢上帝，听他伊名到万世，心也感谢这你心内，心温柔人家的罪，上帝阮的耶华路，耶稣为咱来救赎。咱啊可以就拢免惊，到为阮当为开呀，上帝先会变满地的，万般难。
上帝真理耶稣成会，甲被上帝相交会，上帝成会，无论何有，我可地都就地丢，我为人生无分彼此，你的只有一个主，万物主点起点成熟，甘愿讲世受万苦，请求人类脱离世罪，对他前人的显惠，相信你无好教，赞然好大家的路，对着脚步他你来行，到为稳当的理想。大慈悲的主，我的上帝，感谢你赏赐这款美好的福分，让阮世间人通领受到上帝无微不至、恩典看顾、保守甲赏赐。阮是阮的囝儿更较恩典，因为阮知影主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是阮伫俗世也是俗天拢得到的恩典。主啊，阮才是阮的囝儿，今仔日来到伫主你面前，要献上阮的敬拜、阿乐甲感谢。愿主你圣神亲自甲阮同在，让阮的聚会满有上帝的听甲保守，也满有圣神的感动甲启发，让阮通过你的话得到生命的快乐，通荣耀你的圣名，也到为主来做见证。主啊，感谢你，让阮进入到5月份这个温暖母亲的月、亲子的月、感恩的月。也阮对四大人所领受的恩典，也一面来笑念主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愿主圣神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同在，互阮通过敬拜更较认捌主，也通过服侍人更较明白主你的疼，甲你的恩典。主，阮要学习你教是阮的祈祷文，阮来同心祈祷讲：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。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呢，亲就是天呢。阮的日时今仔日，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作案一日子，就去阮脱离迄个歹。因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启应文第8诗篇23篇，这时我来启大家三角来念。上主是我的牧者，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伊予我新的快乐。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，因为你甲我同在。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。这时，咱三角来祈祷。阮伫天顶的爸，阮只是要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献上上深的感谢甲懊恼。感谢你的恩典甲慈爱，成做阮的快乐。虽然面对着死荫的山谷，
你有缘引带着阮，今日公义的道路。主啊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你的荣耀甲宽扁已经超过阮所理解的。我们学乐你，因为你是创造万物的主宰。因为有你的同在，阮的生命才能存在，才能继续向前行。所以，阮这是要为台湾搁过2-3礼拜要举行新任总统的就职的典礼，恳求你继续保守台湾这段无简单争取努力来的民主社会，祝福新任总统面对国际无同的挑战时，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，勇敢、智慧、谦卑的心来领带全台湾。我若要特别为富强教会这个大家庭来祈祷，求你继续祝福各项的事工，各项的服侍内，互阮拢有一个疼人的心、温柔的北肠、反省家己的心。求主赐阮一个怜悯、谦卑的心，阮的同心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之名，阿免。享受上帝的话。今仔圣经节第一部分是记载伫创世纪27章第1节到第10节。这时我来读。以撒年老，目睭花未看见，就叫伊的大子以扫来，甲伊讲：我的囝。伊应讲：我伫遮。以撒讲：我真老啦，毋知倒一日要死。但举你拍蜡的家私，就是种地甲茎，去野地甲我拍蜡，将我爱的口味煮来，互我食，互我伫还未死以前，甲你祝福。特别甲有听到以撒对伊的囝以扫讲的话。以扫出去野地拍蜡，要带猎母转来。你别甲对伊的囝雅各讲，我有听到恁老爸甲你的兄哥以扫讲，你去掠猎母转来，煮好好食，拍互我来，捧来互我。我要伫还未死以前，伫上帝是上主的面前，甲你祝福。但我的囝，你着听我的话，照我甲你讲的去做。你去羊群遐掠2只肥的山羊仔囝来，我要照恁老爸合意的口味煮互伊食。你捧去互恁老爸食，通互伊还未死以前，甲你祝福。圣经在第2部分是以弗所书第6章第1节到第4节。做儿女的着顺服父母，这是信主的人应该有的本分，着孝敬父母。这是头一条附带应允的诫命。安尼做，你就会逐项好势。伫这个地久长徛起，做父母的毋通激恁的儿女受气，着照主的管教甲教示。甲因培养。先今在读到这，即时咱要请圣歌队献诗，献诗煞了，请夏牧师讲道。
真多谢圣歌队用美妙的歌声，带咱来敬拜上帝。这位大家平安，感谢主哈！咱这礼拜来有常常有雨水的时间，就是上帝保守，咱伫主日敬拜的时阵无受到雨水的阻挡。咱已经进入到5月啊，今仔日是5月第一主日，咱常常拢伫5月份的时，咧纪念感恩咱的老母对咱的疼。所以咱常常嘛讲用5月当做咱的亲子月、家庭月。咱对圣经内底知影，家庭的坚固甲复兴，是上帝祝福的一个根源，也是传福音上重要的基地。所以咱今仔日要用主的话来三甲学习甲勉励，咱大先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感谢你无限的恩典，是你的疼祝福满满伫阮中间，互阮教会伫前4个月的脚步，上帝你拢一步一步甲阮引带，互阮看见主你的疼，拢伫逐个礼拜中间，互阮经历到你的恩典。但阮进入到5月份，阮也搁一遍要来思考家庭甲阮的信仰重要的关联，也互阮通过少年老母的疼，搁一遍看见主你恩典满满伫阮中间。感谢你，互阮通过你话来三学习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咱三甲伫今仔日通过创世纪27章的1节到10节，要来三甲学习一个主题，就是家庭的复兴，就是咱福音的根本。当咱拄则有读创世纪27章的1节到10节，事实咱若要完整，应该是规章拢来读。拢总有46节，这是咱真实的一个故事，就是雅各来抢到以扫，伊迄个大囝以外，佮抢到迄个祝福安尼这故事写到真精彩，常常拍做电影，嘛是亲像一篇小说的故事啦但是咱拢会当去理解到讲，以撒这个家庭是对阿伯拉罕所传，咱拢知影，因就是成就上帝祝福阿伯拉罕嘛。讲你要子孙亲像天顶的星、海边的沙，看起来迄个祝福拢伫遐，但是人无一定完全拢接受到因为这个故事通看见上帝恩典，但是人的有限所带来迄个祝福、迄个恩典，常常会伫人的顶面拄着真大的挫折甲坎坷，所以咱会使讲，以撒的家庭发演变做一个民族的争端啦。是安怎讲呢？咱看见这个故事，以撒的家庭本来是承接阿伯拉罕受束缚应允的家庭。安尼若是用咱一般的想法是讲，安尼都真赞啦都恩典拢来咧，像迄水管拢装好水沟拢开好水就来咧。看起来好像就是安尼，但是敢若第2代尔呢？以撒是阿伯拉罕的囝呢？因为这个家庭，咱人看见讲上帝祝福是无分彼此的，但是人要安怎领受，人要安怎承接，却是咱一个重要的议题。头一个，咱知影以扫甲雅各这2个兄弟因的背景伫创世纪25章27节到28节有记载啦简单记载，咱就知影讲原来这2个兄弟的差别，虽然是相生毋过差遮多讲2个囡仔渐渐大汉，以扫熬拍拉，常常伫山野；雅各个性安静，常常伫布棚内。安尼一个外向的，一个内向的，一个爱举刀举枪爱武的，一个是爱文的。2个兄弟来差遐多安尼28节，若是差咧，父母嘛有差。讲以撒疼以扫啦，以撒疼以扫，因为常常食以扫拍来，
野味，哇！这老爸爱食好康的吼，啊，就偏心啊啦，爱这个大囝。啊，这雅各都袂晓拍拉咧，啊，无迄种山珍海味呢。啊，毋过吼，一人疼一种，老母疼细汉的。讲离别家吼，啊，即个新的翻译讲离啦，啊，所以我毋知要怎讲离别家嘛，咱较惯势讲离别家较惯势，吼，啊，新翻译是讲离呢吼，啊，中文的是无影响，但是台语吼，咱嘛是惯势讲离别家就对啦吼。但是即位，你是一个有经验的人，你知影讲这代志来啊吼，即两个差遐多，啊，佮爸母疼无共人。这个家庭会平安袂？问题就出伫遮来。所以你讲上帝要祝福，但是恁人内底都袂合合啊。你袂合合，问题毋通怪上帝，是这个家庭已经种了一个无好的开始啊。啊，咱27章1节到10节，以及到后壁面规段的这个圣经节，拢咧讲起着。离别家安怎帮赞伊的细汉囝雅各，骗着以撒的祝福。整个故事是安尼。头一项，以撒讲年老啊，目睭花啊，看袂见啊。啊，咱拢知影吼，以早也无甚物款医疗的技术啦吼。我咧讲，咱真侪兄弟吼，到牧师这年纪吼。啊，若去哦眼科看看的吼，啊白内障啦，啥会开刀了，有搁光起来啊，有无吼？光啊，搁着搁挂乌人的目镜安尼吼。以撒迄阵无迄个福气啊，吼目睭一直火气啊，4、50、5、60就开始雾起啊，因为迄个水晶体已经雾起啊嘛。啊，伊早搁较少咧保护，吼保护目睭的迄乌人目镜无啊，啊所以咱知影讲较早的日头足炎的时阵吼，啊咱人伫迄个日头骹。迄个目睭吼影响真大，总共就是讲，以撒年老啊目睭花看袂见啊，啊伊就是要祝福啦，伊也会记讲要祝福哦，要祝福什么？祝福伊较偏爱以扫，啊所以头一个起头，伊要祝福也无公开，也无真光明正大吼，讲啊后来讲的吼，因为雅各已经先骗着。大囝的名分啊，红豆汤的故事，大家知吼。啊，所以以扫可能以撒可能想讲，吼，啊，你这细汉的较干巧吼，我无偷偷来甲我这大囝祝福，啊，无真正两项拢会提去，规碗拢捧去，安尼也会使。啊，所以出伫伊的疼嘛是会使讲啦，但是嘛是一个私心啦。啊，所以因为安尼煞演变做家庭的伤害。啊，咱知影伫这家庭内底也无偌大啦吼。啊，较早。以色列人住伫迄款旷野，也是讲住伫迄个山庄咧顾羊顾牛吼，其实也无偌大，也无啥物隔音设备啦。啊，这老人目睭花吼，要甲囝祝福啊，话也无较细声讲诶，啊也无简讯通传啦，也无纸通互伊啦，大声话咧到地吼，离别家听到。哇，啊你听大诶，我听小诶啊。啊较早吼，你讲是大人要过身以前祝福吼，足有效诶。所以吼，即个福气袂使无去的，啊，就真正哇！离别家就用一个计谋。你也看迄个祝福的顺序是安怎真幼路呢？吼，因为以撒爱食迄个野味，因为即个大囝定定给迄种足新鲜的迄个野味互食，啊食啊惯势，伊想讲要伫死进前搁食一遍啊，即个好味的就对，啊，通好甲即个以扫来甲伊祝福安尼。但是离别家听到啊，离别家听到啊。啊，伫这中间吼，离别家就安那，照头啊，用以撒所爱，叫第二囝雅各啊去陪伴。你看伊偌幼咯，第一吼，以扫去拍啦，啊雅各吼去掠山羊仔囝，吼安尼无那是野味的，佫足新鲜的。第二。以扫咧拍啦，食遐个野味的吼，规身躯哦臭味足重啊！啊，所以这老爸啊闻着随知影，啊，就赶紧去甲以扫的衫摕来吼雅各穿，吼雅各穿落吼，感觉迄个
咱知影咱人身躯拢有种气味嘛，安尼还佫无够。你看这个老母，安尼真幼咯。啊，这个大囝吼，规身躯啊抠门足济啦，安尼喙手足长啊，啊摸就随知啊，啊啥要甲改会过，目睭看无啊摸会着啊，啊所以吼，佮专工讲去摕羊皮啊，啊来甲雅各的手啊，吼，啊佮颔棍啊，拢包迄个有门的迄羊皮安尼。即总共就是讲啊，设计啊非常的周至就对啦。但迄个周至是出自一种贪心，出自一种偏心，安尼才会问题来。因为利百加偏爱雅各，吼，偏爱雅各，啊，所以处理囝受祝福无公平啦，无有路，啊，即个无有路吼，毋是讲啊代志过啊，啊无我陪你嘛，毋是安尼尔。迄是演变做两个民族的冤家咧，世仇咧，必世仇咧。咱知影讲圣经有记载，以东人吼，就是即个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裔啦。后来讲做以色列的对敌。伫即个27章内底吼，咱知影伊安怎骗的故事，咱有用人看。但是你看后来以扫知影伊的小弟甲伊骗去祝福的时阵，看伊偌尼啊生气。伫即个圣经的即个27章38节讲，以扫甲伊的老爸讲：阿爸，你的祝福敢若一种？阿爸，你嘛着甲我祝福。讲以扫呢，开声大哭。你知影讲，伊感觉即个老爸甲祝福损失去，伊是偌艰苦啊大哭，啊，佫甲伊老爸讲啊，你祝福第二，啊，你嘛佫加减有互我。圣经记载讲，伊的老爸以撒应讲：你无肥水的土地通徛起。嘛无天顶的甘露通润泽，你要挖靠刀剑刀挖，要服侍你的小弟，到你强盛的日，要对你的颔棍来献掉伊的担安尼。表示讲，这个老爸知影讲啊，这代志已经无啥物通好佫转还啊啦，吼，代志定着啊，啊，所以嘛是甲伊个囝讲，你较认命的吼，啊，你会得爱靠刀剑来过日啦。你厝边隔壁后摆，你会有一寡对敌会甲你搅扰呢。啊，所以这个民族所演变是安怎？圣经后壁段有记载哦，吼，讲以扫因为雅各得到老爸祝福，就怨恨雅各啊，怨恨哦，兄弟也是怨恨哦。心内讲，阮老爸得要过身啊，等丧事办了，我就要杀死我的小弟雅各。哇，迄种恨吼，咱知影讲。一般伫外面来结冤仇吼，拢是为着财啦，啊无就为着什么款安尼纠纷啦。但是家庭的婚吼，对你一个小小的祝福，对你老母一种安尼加一个安尼质量吼，啊帮助小弟煞吼，即个兄哥怨恨到即个程度吼。啊，所以后来圣经就记载讲，伊要甲惊着啊，我毋知影阮即大囝遐凶啊。哦，安尼真正拍拉的人较凶就对，惊即个细汉的哦，去互拍死啊！啊，一个足粗勇啊，一个足文弱书生啊，安尼哪会拍会赢啊？所以暗中甲伊安排讲，走去吼偷走，去伊的即个兄弟吼，就是伊的兄哥，伊的所在是列班吼，伊的故乡的所在去逃闪，去逃避。啊，所以咱知影讲创世纪的故事吼，真精彩，因为迄写了足有剧情就对啦，足有剧情。但是咱就是要想讲，当这以东人后来就是甲以色列人结冤仇，咱知影现在以色列人甲哈马斯战啊，毋知人去。啊，即款故事吼，从雅各甲即个以扫时代就静落去啊，你敢知？虽然民族无共款，共迄个民族的后代，迄个是迦南人的后代，啊，即个是以东人的后代。圣经记载讲，以东人是以扫的后裔，住伫死海东南面啦吼，死海东南面，较我约旦迄边安尼。讲岩石山岭甲荒凉的旷野，遐有一条有天然的资源，有路来通以东。但是吼，故事小可记载着《申命记》2章记载讲，以色列人出来埃及的时吼，上帝吩咐讲，
莫叫以色列人去搅扰着以东人，毋通去甲攻着就对，攻着就对吼。但是圣经咧记载安讲，因两个民族是兄弟啊呢。以东人毋肯以色列人进入着因的所在，就迄个怨恨一代一代传落，拢袂断啦吼。讲伊直到大辟做王的时阵两个民族诚做死敌。以东甲以色列两国共一个祖先以撒，两国阁相接，但是以色列人嘛轻视以东人，因为以东人后来咱知讲即个以扫就到外面去啊嘛，甲外族通婚嘛，所以一代一代冤仇就拢安尼来啊。但是即摆咱看圣经真侪名话故事，拢咧记载着雅各来骗即个以撒的祝福吼，即张图真出名的图。即个另外一张嘛是，佫另外一张雅各用着计谋，用着欺骗，甚至嘛甲上帝拖落去呢。以撒讲：“哎哟，囝你较敖，一个出去无偌久吼，拍了就拍转来啊！哦，咱较敖。”伊讲：“无啦，上帝甲我帮赞的。”你看，明明就是偷牵羊啊！伊讲是上帝甲帮赞所以。会使讲，即个以色列民族祖先就种落即款冤仇的迄个无好的因子伫内底啊，吼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即个月是亲子月啦，咱要倒来思考讲，一个家庭要安怎合和领受恩典，毋是用人的私心所造成冤仇伫家庭内底。家庭是见证上帝恩典的所在，但是请会记哩。明明都以撒的家庭是上帝祝福，已经甲因做一个证明啊，毋过因家己侮歹去啊，侮歹去。所以若要讲是讲上帝恩典保护这种证人，但是人的软性、人的罪性、人的软弱，家己去破坏伊呢。所以咱也看讲，即个父母吼。较疼这较疼迄，都真自然的，咱定定看会到咧。毋过常常迄就是一个迫害的因子伫内底。咱知影偏心伫家庭中常常看见，伊是种微妙性的伤害啦，但是到后来是有迫害性的哦。有人做统计吼，讲调查讲84%的人，就是讲调查一寡人讲，你伫成长过程中敢父母有偏心无？84%的人讲，我感觉有啦，迄是一个主观的感觉哦。父母讲哪有？我嘛逐个拢病痛，但是咱毋通铁气啊。就是讲，我明明知影我无，但是我小可讲一句话，我切的西瓜切无好势，较大块，安尼就来啊。所以我是讲，即个毋是你调工的，但是常常是因为人会做，这对人会做引起。我明明都无安尼，但是囝看来是安尼。我讲话较大声，即边较细声，囝儿听着无共款。所以第十要安怎？这个是伫人的社会中间所咧发生的。搁较互人奇怪讲真吊诡讲13%，互老爸疼的人后来煞怨恨老爸。意思讲，这个人原来感觉老爸较疼的，毋过后来感觉颠倒见怪老爸就对啦。18%得到老母偏爱的人，煞后来感觉是负担。这是人的人性的软弱啦，吼。有可能是讲，老母加较疼我吼，毋知互兄哥怨恨我袂，毋知互阿姐看我目眶赤袂安尼。哇，这拢会来。所以感觉讲，哇无自然。妈妈你莫啦，莫安尼。所以。父母有偏爱，有时无容易查出来。原来是理亏是父母啦，但是问题是伫遮哦，就是讲，重担却是遗传到囡仔这代。父母是讲我著自然我著本性嘛，你处理无用我会记得讲倒一句毋对吼，咱父母有时会疏忽去，敢毋是？迄个偏心有时是无调工毋过呢，即款行为会传落去下一代。
是啥囝儿会重复这个行为。咱等下就看到圣经安尼记载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知影，伫这亲子月，咱拢用讲天下无不是的父母。天下无不是的，咱嘛是承认这句话，但是吼，咱知影讲天下吼有软弱的父母，天下有迄个无细致的父母，伊的出的心可能无啥物特别的唔好，但是有时会无细致产生，亲像以撒甲即个利百加共款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请会记哩，咱的家庭。要成做一个上帝所祝福的家庭，咱爱常常真细致，用圣经话甲咱提醒。伊讲品格也是性格，是伫家内养成的。咱大家做父母的，拢有一个任务，就是你爱培育你的囝儿有一个身心灵拢健康的囡仔，为着囡仔来创造一个敬虔美好的品格甲行为的模样。因为你若甲伊准备好。后来，伊个人的成长甲独立，咱就唔免烦恼啊。意思是，你咧栽培囡仔吼，你唔是用你家己的溺爱，用你家己的私心，想讲安尼会对伊较好，唔是啦，是来训练你成做一个有敬虔、身心灵健康、有好品格。后来伊家己独立成长，你就唔免烦恼。你知影，你对这个囝吼，安真放心就对。所以，咱对以撒。阿甲利百加因即个家庭的故事来想三项，头一个是有时愈侪的沟通，就较少担心啦。咱知影圣经有记载讲，以撒甲利百加翁仔某中间的沟通方式无健康。咱来看迄个故事头前的圣经的故事嘛，拢讲到这。可是有两个人吼，的思想观念拢无相像。所以老爸是疼大囝，老母是疼细汉的。所以因夫妇破坏迄种公平疼痛囡仔的基本的养育的原则。所以加上减少沟通，咱常常吼做父母有一个软弱，就是讲，就逐日拢咧见面啊，你掠做我足了解阮囝，就逐日吼讲话。讲遮济啊，我拢会了解阮先生的想法，我了解阮太太的想法，迄真奇怪。咱讲吼，共困一领笑吼，安怎？有时毋知影对方在想啥，所以这是人的软项，人的心思意念无法当真充分的沟通，所以若是较侪沟通，利百加甲以撒有较好的沟通。要安怎教囝两个有一个共同的这个意见，安尼就袂引起兄弟的冤家啦。所以咱知影讲，愈侪沟通就愈少担心吼。这是1章甲4节27章1节甲4节内底因所产生着的状况。第二，愈天性愈受责备。伫18节到24节这段的经节内底吼，有记载着这部分。就是讲，利百加伊错误伫倒位，伊去使弄雅各去骗伊的老爸。所以有人讲雅各本来毋是天生的骗子啦，是老母甲培养出来。安尼听起来是足讽刺吼。老母培养一个骗子，因为老母先教伊安怎骗嘛。所以咱拄则有讲种偏心的思想。互囝儿学着后来囝儿嘛安尼做啦。咱拢知影圣经，咱一年读一遍圣经的兄弟，你拢读过啊？创世纪，后来雅各又阁是安尼呢？伊特别疼迄个约瑟，对毋对？雅各特别疼12个囝儿中间疼即个约瑟。迄代志互遐兄哥气甲。要甲约瑟刣死咧，好佳在后来甲卖去埃及，毋才会发生后壁的故事约瑟互人卖去埃及，然后成做埃及的宰相，后来救因全家。所以你讲
这个偏心吼，煞变做付出更较严重的代价就对了吼。像是话，第三项是哪控制哪歹留。原来李伯嘉是要希望吼，这个第二囝雅各会当掌管着家业，要甲留伫身躯边，无拍算讲伊就出于私心，互这个兄哥气甲要刣伊，对无？煞甲伊的囝送去到伊的兄哥列班遐，煞无人看着囝，你敢知？疼囝煞袂当甲伊做伙，因为吼惊伊的囝互刣死啊！所以咱会使讲，李伯嘉真做上大的输家就对啦吼，因为伊惊讲伊一日会失去2个囝，45节吼安尼讲，讲到恁兄哥受气煞，袂记得你对伊所做的代志，迄时我才找人去带你转来，就是讲伊赶紧叫伊去逃走去阿舅遐，恁兄哥生气煞，我来叫人甲你带转来。伊即句话讲了真心酸啦吼。伊讲我哪着一日失去2个囝？李伯嘉家己安尼讲，我哪着一日来失去2个囝？所以咱通对这个经节搁做一个整理，就是讲，上帝为伊祝福的原来本意，人拢用家己的办法去干涉，用家己的办法去干涉。煞得的得无着，失的搁愈多就对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伫即个亲子月也是家庭月，咱要学习一个主题，就是家庭复兴，就是福音的根本。家庭的复兴是福音的根本。以为所书6章一则经节，咱定下咧看，伊讲毋通激囝儿的生气。咱做事大人拢会感觉讲，即句话敢对？是囝来激爸母的生气，那是我老爸爸母激囝的生气，你若想无啦吼。事实伊讲即句话有伊的意思啦吼。咱看去圣经节安尼写，就是以为所书以为所书的即个第6章的1节到4节，即个是中文的，咱原文是写讲，做儿女的着顺服爸母，这是信主的人应该有的本分，着孝敬爸母。这是头一条挂着应允的诫命，安尼做，恁就会逐项好势。伫即个地来久长徛起。第4节讲，做爸母的毋通激恁的儿女受气，着照主的管教甲教师甲因培养安尼。这原文是安尼。所以咱甲整理起来就是讲，做儿女听爸母的话，孝敬爸母，这种本分，大家嘛知，对细汉听到大汉。但是，咱毋通讲你这根本应该，咱要先想即句，前提是爸母的责任，讲毋通激囝儿的生气，毋通激儿女的生气。到即个意思是甚物？甚物叫做激你的儿女的受气？伊讲第一就是要用主的教导来养育啦。毋是用人的血气，毋是用李伯嘉的私心，嘛要用老爸就贪食遐山野的味，煞先种落迄个偏心，所以应该是讲老爸先偏心开始啦。李伯嘉讲即个无甲手断来，哪会使？所以基督徒，咱伫咧上帝赏赐即个家庭，互咱无因为错误偏差的教导来打击儿女的信心，影响着人格的发展，这都是叫做毋通激怒儿女。所以激怒的意思就是讲，你用你的血气，也是用你家己的即个理所当然的想法去损害着囝儿的自尊心，去破坏着囝儿的品格，迄叫做激生气。毋是讲我是4岁，囝儿4大，毋是安尼所以我有看去一篇文章写讲。管教儿女的10戒，管教儿女有10戒，咱10条戒定咧读管教儿女嘛有10条戒呢，真有意思咱大家学习一下。讲拄则第一个就是讲咱讲的圣经拄有所记载讲，毋通惹儿女的受气伊是讲咱做爸母的拢恨铁不成钢啦，要甲杀，要甲起
互伊行拢无法度咧。啊，讲若轻轻啊，就是激气啦，啊，若无就是生气起来安尼。啊，这是咱做父母的，逐个人的心声就对啦吼。啊，所以咱应该就是营造双赢的亲子互动关系，大先就是守着父母无惹儿女的生气，尽量爱用听理解对待成长中的儿女。咱家己做父母的拢知，特别你有两三个囡仔，真正有影，有的伤意思，有的伤意是怎讲？奇怪啊，共父母生来差遐济安尼，啊，就是迄上帝创造人就是特别嘛。啊，你安怎顺即个性？有的是需要鼓励，有的真正需要提醒。啊，所以头一个第一条戒是毋通惹儿女的生气。第二，讲毋通吼熬念啦，拢无停。老叨吼讲是精神上的疲劳轰炸。讲任何人吼，拢无介意互人细细念啦，吼，遐尼七岁，这大家拢知影吼。奇怪吼，啊，原来本来我有毋对，但是细细念我就气起来啊，啊，规气也莫甲你改啊。第三，做儿女的教育儿女的第三戒就是毋通过度保护。伊讲这会引起儿女无法度通自我学习成长，一旦离开父母的保护线，就显得问题来啊，无法度通独立来生活，逐项拢爱叫父母，啊，叫父母来帮这从这。所以咱较早有流行一句讲直升机父母，哦，直升机父母，意思讲囝儿吼伫远远的所在，啊，一个发有问题吼，父母像直升机咧救灾随去啊，啊，看起来是哇，父母疼啊，吼足周济的，啊，毋过吼，你都互伊袂大汉，互伊袂大汉啊。第四项讲毋通随便就猜疑啦，乌白猜疑，代志还袂查明白，就确定讲，这就是你做的啦，这你做的啦。啊，好像讲要恐吓伊来承认的意思。有时囝儿吼，若真正是伊做的吼，伊就乖乖承认；啊，若无吼，伊会记一世人，你敢知？会记一世人哦。我顶工听到一个阮亲人的故事，讲细汉的时阵吼，迄传道先生啊，讲来恁囡仔转去甲父母交，讲要交50块，毋知要参加什么活动。啊，即个囡仔吼，真正去50块交互传道啦吼。啊，是讲安尼就会当参加活动啊。后来即个传道讲吼，你无交哦，可能无记录的款。啊，佮走转去甲伊的士大人讲，恁即个囡仔无交，哇，即马5岁了吼。伊讲吼，恁即个囡仔欺骗哦，迄钱摕着无交钱，佮摕去开哦吼。啊，即个囡仔讲，伊到现在还佮记牢。是讲5岁吼，啊无解决，真麻烦。过来，第5戒讲毋通乱打标签。有一本册吼，讲叫做《父母的清单书》，列出父母对囡仔讲迄个上有害的话20几句啦吼。啊，咱甲看这3、4句，咱就知影讲，即款话对囡仔伤真大。第一，骂囡仔讲啊，你永远都袂出脱啦。哦，即句话，父母有时无细时就讲出来啊，吼。第二句，吼，足后悔吼，当初时甲你生落来，甲你掠去菜市啊，蛋调好安尼。啊，咱生气拢会讲，听起来讲啊，这都气话嘛，对毋对？但是做囝儿毋是安尼想哦。啊，你是哪遐戆啊？戆头戆脑，讲袂听，讲毋捌安尼。这拢会伤着囡仔。啊，佫袂讲啊，你真正无路用啊！啊，这个负面的话，迄亲像吼一个针插着囡仔的心。啊，一世人若讲伊家己无有即个个人的一个生命的改变，吼，咱首先啊，教会定爱办迄个叫做医治的祈祷，就是安尼，因为人吼，迄个伤害是。好像有一张白纸去滴着乌目呢，你无法度啊！你安那甲清气较要紧。啊，所以咱常常有迄个属灵的迄个祈祷，大家组织祈祷，啊，做伙来清气咱家己的内心吼。啊，除去遐个伤害，就是拢用即个方法安尼。啊，所以兄弟姊妹，骂人的负面的评语吼，
有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的作用啦。迄就是个咒诅的话安尼咒语哦，永远藏伫囡仔的脑海中，造成负面的自我认知。我毋是讲你讲大概讲这吼，囡仔拢会安尼啦。我讲囡仔话人伊家己足乐观，吼啊爸母讲伊嘛袂记去啊，吼安尼上好啦。但是话人是讲心思足细腻吼，一个讲咧伊就放掉的。啊，若无经过即款熟练的医治，吼啊有时就永远藏伫内底。啊，你后来会形成种行为哦，就亲像迄个雅各听约瑟嘛是学伊的老母嘛。啊，即款你无家己内在意志吼，你就一直来。啊，所以是讲老爸食酒啊，叫囝毋通食，毋通啉，啊囝后摆嘛是啉。老爸讲跋筊毋好，啊伊囝嘛是跋筊，迄拢是一种强烈的暗示的作用，像一个咒诅的话安尼。第六，毋通恐吓暴露，吼用恐吓来讲啊，以后吼那安尼甲你拍死哦，还是讲你赶紧甲做好，啊我100块互你安尼。恐吓也是贿赂吼，拢是无合的教育方式吼。第七，毋通增加迄个罪恶感，无适当的责罚，也是加互囡仔有迄个罪恶感吼，会互囡仔伫人生的道路背负着迄个无明的，也是无必要的心理负担。啊，所以有人感觉讲啊，我伊一世人我感觉讲有迄压力，有迄罪恶感吼，啊人袂轻松啊。第八，毋通做比较的游戏，毋通做比较，避免伫囡仔兄弟姊妹中间吼做无意义的比较。啊，比较的游戏会足大的杀伤力，会造成兄弟姊妹中间的感情破裂，甚至冤仇啦。啊，咱拢知影有的囡仔较会读册，吼啊凊彩就考100分，啊有的较考到60要到，啊都考袂到。讲你来遐戆啊，人你听歌吼，拢毋免后夜就会晓写会晓读啊。啊，所以咱常看到迄吼足侪啦，咱伫个真情部落格，也是足侪基督徒的故事，拢会讲细汉的时阵吼，因为伊较弱势，啊看到是兄姐、兄哥、兄姐足够读册，啊拢考到好的学校，伊压力足大的啦，伊压力足大的。啊，若搁加上父母吼，用安尼做比较，会一生吼，啊会感觉足艰苦。啊，若搁较歹，就是做歹囝互你看。啊，所以比较有时是咱家己一种恨铁不成钢，啊，毋过讲出来煞变做伤害。第九，咱较知影，毋通揠苗助长吼。成长需要时间啦，做父母的上重要是陪囝来成长，啊，一个合宜的空间环境，毋是代替囡仔来长大。吼，咱拢知影啊，逐项拢要甲补习，逐项拢要甲教，啊，最后是18班母艺吼，国小就拢学起来啊，安尼。啊，煞原来是一个有趣味的代志，煞变做伊看到这条线，吼，看到这条线，因为无学习的趣味嘛，无学习的趣味。啊，咱拢知影讲，顶几日、顶个月无发生地动吼，啊，发生一个高中生啦，高3的囡仔，啊伊吼发展出一个 APP， 就是咱手机内底一种网络吼，啊地动的时阵随甲你通知，啊讲这个 APP 比迄个气象局的搁较好安尼啦，哦一个高3的囡仔哦，啊就是因为这个囡仔吼，伊都从细汉就对大自然足兴趣的、足好奇的啦。啊，爸母也无甲教，伊就家己想要去找。意思讲，你有好奇心，啊，你有想要去学，啊，拢毋免你杀。啊，若要你硬甲逼，啊，伊颠倒会讨厌。啊，这是人性啦，咱人的软弱吼。最后嘛，足重要，就是毋通伫人的面头前吼，安尼羞辱家己的囡仔。意思讲啊，家己囡仔骂互人看。毋通伫儿女的面用轻视的态度，也是别人来讲出家己囡仔的弱点甲低处，互伊感觉讲足见笑。咱有时吼伫厝里教袂话咧，吼，即摆兄弟亲人来啊，哦，得讲佫讲一遍啊，发一粒气安尼，啊是讲啊你会改袂吼，啊边个人嘛足尴尬，讲啊你讲恁囝，我是要哪讲吼对哦，嘛袂使，啊所以变做边个人也无甲你赞成，啊你佫互恁囝上一届，这是咱做父母的。啊，这讲拢10戒就对，10条戒吼。最后兄弟姊妹，之前我听见一个牧师讲一句，我感觉真有道理啦。
咱要对囝儿的态度吼，若会当学习，亲像咱逐年咧举办迄个幸福小组，对毋对？你安怎款待 best？ 啊，你用安尼来款待你的囝，安尼效果一定足好。定心家己的儿女传福音。咱阮想讲啊，从细汉我就出来主一路啊，咱着搁传，毋是啦，是迄款态度，是迄款方式，是迄款地义。咱无定咧讲，咱甲囡仔尊重，甲迄个 base 的尊荣嘛，吼。咱敢讲，互伊感觉超过，啊，就是吼一个恩典的开始。啊，所以咱对下半年开始，拢会鼓励会友讲，啊，你有啥物亲戚朋友，啊是你有做生意的朋友，啊是你去菜市啊，你去店里吼，甲伊交陪，啊，你这好朋友吼，啊，你好啊款待伊，招伊吼啉茶啊开讲。甲关心，到时你要甲带来参加即个幸福小组，伊才会愿意啦。因为你对伊真好嘛，伊超过伊所求所想的嘛。啊，所以咱做囡是厝里的囡仔，你要有一种定心对儿女传福音的思考。咱拢会想讲，啊礼拜日毋来做礼拜创啥？啊，这都毋是传福音的态度嘛，敢毋是？啊，连这也毋知。圣经的故事拢毋知，哇！用责备的，用口水的，用骂啊，用压力的，拢无法度通互囡仔感受到福音的重要。所以，当你搁一遍安静想来讲，我是毋是对我的囡仔伤严啊？还是伤凊彩啊？啊，就真可惜，就互囡仔无感受到对你所得到的福音啦。意思讲。我伫外面甲人讲福音，大家听到真好，哦，听到足同意的。但是你伫厝诶，甲囡仔讲，囡仔无爱信。啊，出于什么意思？毋是你诶口才歹，就是你诶态度、你诶做法，互你诶囡仔已经甲迄个门关起来，甲你福音诶门关起来。伊感觉讲你讲诶，我都无爱信。安尼是何等诶可惜！咱带遮侪人信主，但是咱诶囡仔竟然无要甲咱做伙伫主诶内面领受祝福。啊，所以改变。改变你的做法，改变你的心思，把你的囡仔当作是一个 base， 对于极其的这个好意，甲用主的话，互伊知影你会听。啊，所以有时甲囝儿4岁，甲家庭和解是足重要。有的人吼，就是讲家庭内面，啊，都因为某一寡代志，啊，煞激一个气吼，激规世人呢。有时吼，敢若讲一句啊，实在我迄阵讲毋对，即句话讲袂出来，敢若一句话尔就解决啦。啊，咱宁可互伊艰苦一世人。所以，请会记哩，咱毋是咧讲咱有啥物毋对啊，咱看起即个受祝福的以色列家庭都安尼啊。圣经的家庭都拄到遮尔大的挑战啊，何况咱是一个软弱的人，所以咱爱承认讲，我有无完全，啊，我有发脾气的时阵，我有迄个性地吼控制袂调的时阵，啊，无细字讲出来话，伤着囝，互囝激囝的生气，啊，你着爱安怎甲伊挽回？兄弟姊妹，咱要阁讲一遍，就是一个家庭的复兴。就是福音的原本。咱一个家庭伫这个社区，互人发觉着讲啊，遮尔三听，遮尔合和，日拢充满着笑容，迄就是传福音上好的办法。毋是你用什物口头的话讲偌济，人看起讲即家的亲人吼，遐尔啊三亲三听，啊笑眯眯，啊，即个家庭的确是真互人欣羡啦，因为伊有福音伫咧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伫即个亲子月会当领受到即款属灵的祝福，因为即个就是咱传福音上大的基础甲根本，也互咱有一个家庭的美好，看见上帝祝福伫咱中间。即时咱要三甲来吟诗也举行咱的即个中保大岛第49期的动工的即个车派礼，啊，咱请第一场礼拜兄弟楼顶楼骹吼，咱咧唱即条真有意思的即个圣诗，就是即个
恳求上帝赐阮祝福450首，咱坐咧吟5赞吼，咱来吟来思考即个话，互咱会提醒，啊，然后唱煞以前，咱所有的同工拢行到头前吼，准备要来即个车牌。恳求上帝赐阮祝福，好有一家安乐，是大是小，亲族基督，大家。听好歌，好祝福，福吹波罗，兄弟姊妹好好，天仙基督。阮他圣经，真多小主家庭，全家大家中部大道者陆续来行到头前，先道所行叫做花道。太人家母为主见证，严肃追逐上殿。咱搁较紧小看来第4站，安分守己，敬天理想，不敢放纵。过这首圣诗的诗歌，咱领受到这个美好上帝所祝福的家庭的影像。这时咱也要邀请到咱徛伫头前，这中保大道的同工，用祈祷来做咱的一个车牌。咱感谢主吼，这期49期吼，有小祈祷室甲大祈祷室，拢总人数，意思是讲人数是81名。但是人数是91，表示讲有的人可能伊是用200个时间就对啦所以拢有91，等于91点钟，伫即个中保大道室伫守望祈祷。咱即阵先请这个同工，咱照咱手中所摕到的祈祷，咱兄弟姊妹也看银幕内底这个话，当你讲到我的时阵，你家己的名念一遍然后咱一句一句来念。来，中保大道祝福车牌咧，第一，我。来，愿意接受上帝祝福甲赐牌，忠诚委身伫教会的中保大道事工。我愿意遵守中保祈祷服侍的时间，参与守望祈祷的责任甲使命。我愿大道室各项教会事工甲个人大道事项，我愿意逐人拢保守秘密。愿上帝甲我伫地。也随听我的祈祷，阿免。这是牧师来代表来祝福这个同工，伫过来4个月的守望的中间，时间
也是即个交通，也是伫祈祷室内底，拢有上帝奇妙的看顾，同心来祈祷。主我的上帝，感谢你，伫即期的中保大岛事工，拢总有81名，有91人厝参与伫守望祈祷的中间。主啊，这是何等上帝赏赐阮伫富强教会上水的服侍，是因为阮将一切的事交托给上帝，知影当阮追求你的心意的时阵，当主愿意你肯的时阵，你就要亲自成就。无论阮守望中为着家庭拄着的艰难，也是经济的困乏，或者是肉体的病痛，也是拄着人生的难关，也是拄着工作的变化，因为阮兄弟姊妹伦德的守望，上帝就伸出你恩典的手，伸出你的应允，伫阮所有祈祷的事项的顶面，也互阮学习成做一个感恩的人。当阮领受到上帝应允的时，阮会晓搁一遍亲像一个恩典感恩的祭献到主你面前。爸上帝，阮奉你的名来祝福这个受差派的大岛勇士，互因毋但是有对你来属灵的官兵，有祝福的官兵，有守望的官兵，有大岛的官兵，搁较因本身就是受祝福本身，因为因付出祈祷的代价，也同款得到上帝赏赐因属灵的恩典，甲天顶的异象甲贵难。感谢你，奉你的名祝福因，伫过来4个月的时间，有主奇妙的保守。感谢祈祷，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祷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咱先请向后转，莫转去哦吼。咱家己拍拍鼓励一下好无？啊，牧师有一个感动啊吼，来兄弟的请举手，兄弟请举手。哦，咱勇士拢是女的咧，女英雄较侪咧吼，啊，所以吼，兄弟吼，赶快起跑哦，吼，赶紧起跑。咱有兄弟鼓励较侪兄弟吼，啊，所以较侪人，啊，最好是吼，咱7日啊，吼，10点钟拢有人啊，迄是咱的上大的目标啦。吼，啊，咱已经到91人厝啊，5万搁较侪人。第二吼，就是讲有兄弟是讲，哇，我吼4个月，毋知有法度人持守无啊，毋敢来。你嘛当甲咱的大岛团队持宝老师讲，啊无我是毋是咱先来学习一下吼，来试验看卖咧啦，来参加看卖咧，祈祷看卖。但是咱一个原则就是讲，你已经伫教会，已经伫咱富强教会2-3个月过啊，也是讲你会籍已经伫遮，啊就是讲咱已经受洗礼啊，安尼迄款属灵的做解才有啦吼。无祈祷伫别位嘛会晓祈祷哦，伫即日祈祷室是代表整个的教会咧祈祷，啊所以你若讲有即个资格，啊！你想讲毋知有法当持守无？你会当做一个试验看卖咧吼，来等于像咱讲啊，咧试读看卖咧，也是试食看卖迄种意思啦吼。啊，当然这是一个野外，你若有即个，也是讲有即个困难，会当甲咱的中保大岛啊来请教。好，啊，咱真多谢咱第2场有哪有其他的兄弟大岛勇士要来车牌吼。咱个人拍拍啊，多谢大家会做，请会做。咱甲时间交互咱的师会，多谢。兄弟姊妹，咱即摆三角做伙来奉献。
会长请起立。会长，请坐。伫报告进前，咱三甲来读即个月的金句。来，咱做伙来读。上帝啊，求你检察我，知我的心思，试验我，知我的意思，看我有啥物歹所，带我行永远的路。诗篇第39篇23到24节。即时，请兄弟拍开咱这个周报第2页。后礼拜输的是三营执事，咱看机体交通，请看第2项。后礼拜是5月12母亲节感恩礼拜。欢迎在座各位妈妈踊跃参加。第3点，今仔开始5月5号，咱教会有伫1楼甲3楼有提供全家福拍照的场景吼。要摕相片方法有以下几种，给咱参考一下。再来是第4点，咱伫5月25号，亚东剧团戏剧的布道，还有第2点，这个培灵造就会，请内容家己来参考。以下咱请夏牧师补充。各位兄弟，我来介绍今仔日有一位新朋友吼。叫做李碧珠姊妹，碧珠姊妹伫5楼无？举一个手好无？来，欢迎你，欢迎你来，欢迎哈！欢迎你来参加哈，常常来，欢迎。小等下，咱有即个庆生会，咱虽然礼拜煞的时阵，请搁留几分钟，咱来为着5月份的寿星，来甲因做祝福哈。牧师来用投影片搁做一个补充啦吼。即场是咱台南的即个正教会，要伫5月19，2礼拜后吼，要伫中英大学的即个体育馆吼，要举行一个差不多3000到3500人的即个联合的振兴的祈祷会。咱教会因为是讲吼遐远吼，若无动员惊大家自由报名的人数少啦吼。所以咱教会至少要动员70个。咱已经拜托咱的小组，咱的团契来招吼。咱兄弟，你若无属于团契也是小组的吼，你若有团契小组，你甲你的小组报名。若讲其他的兄弟，你有想要参加，小等就随落去1楼，甲咱的办公室报名。因为咱这要统计人数，因为这虽然无介远，毋有一地啊啦吼，所以咱要统计讲偌侪人参加，爱报去大会。第2个是即个咱。有要准备游览车，甲咱载，互咱较方便，免家己开车去。当然，你若家己想要开车顺啊去遐佚佗嘛是较好。但是你若有需要报名，搁想讲我需要坐车，记录一下，安尼好无？吼，今仔日就爱决定因为通好准备车啦，吼。所以佫2礼拜，但是今仔日就爱报名。这是全球祈祷会，吼，一个真重要，吼，讲世代教会，即个看起即个。军队的声吼，就表示讲咱特别主要是今年拄仔咱庆祝400年嘛，台南400年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意向，要激励咱吼，所以咱尽量请遮个干部啦，遮个领导者，遮个侍奉同工优先来报名，会友拢欢迎哦吼，无若报伤济煞袂当入面嘛无法度啊，所以今仔日尽量
名单互出来哦吼。啊，这是咱的全球祈祷日。过来，咱伫这个5月25吼，5月25要举办这个一个阿当剧团的演出吼。啊，这个是拜六，拜六下晡3点半，啊，咱办这个金花吼，一个演剧啊，伫咱教会办啦吼。啊，所以需要你家己来以外，邀请 best， 邀请朋友来看吼。啊，所以若会当有咱登记一下，讲我有要几个人来，因为咱爱要统计人数就对啦吼。啊，有诶兄弟是外口教会嘛，拢会使来。啊，昨昏吼，即出吼，伫归仁演出啦。啊，谢牧师互我知影消息，讲因了400几个去呢。哦，规个礼拜拢客安尼吼。啊，咱礼拜堂会当坐300-400个吼，毋通闹贵哈。招较侪人来参加，特别是传福音吼，啊，佫有演剧吼。你知影舞台剧甲看电影无啥相像呢？迄现场吼，迄加偌好诶。啊，所以咱上年嘛会当来哦，吼，安排时间3点半吼。啊，迄天因为咱写了3点半呢，早起有一个婚礼吼，咱收报社吼，咱的云萍姐的查某囝要结婚啊，所以头前早起婚礼啊，爱搁订款啊，所以用3点半要来开始安尼。啊，拄则吼，咱冠廷执事已经报告讲，咱有3楼甲1楼有翕相的布置，做啊足水吼。啊，无迄个物件拢是一个较俗的、较易碎的物件，啊，你袂使甲揢着，也是去倒落去足麻烦。啊，所以咱请会当约束咱的囡仔吼，毋通去捡就对啦。啊，要翕的时候，你嘛毋通伤大个甲摕落去咧，摕落到地下规倒害就麻烦吼。啊，毋通甲震动哦吼，毋通甲刷开。啊，两个赶紧一条专家到，啊，咱招咱的即个翕相同工来甲咱翕吼。啊，有兄弟问讲哦，牧师我想要相片，原来吼你就是无登记啦。你翕了后，有人一张的即个权利吼，你就登记讲我要即张3楼即张，还是1楼即张，啊我伊会洗互你。啊，你若讲逐张拢足水，想要洗，歹势爱交钱啊，家己出钱搁加洗2-3张安尼吼。嘿啊，我食牧师吼，哇，足爱翕几啊张，啊都爱家己开钱，啊大规个壁拢是呢。吼，逐日看嘛足快乐的吼，啊，所以吼，家庭的幸福的相片爱逐个翕起来，爱摆好看就对啦吼。啊，请大家免客气吼，因为若较侪人会排队哦吼，啊会记得登记，才有登记哦吼。1楼甲3楼才拢有登记的相片，你电子上拢会当下载啦。啊，你若要洗实体的，爱登记，啊通甲你洗吼。过来啊，咱见证集祈祷的树吼，要出第2集啊。昨昏我看咱的兄弟啊，遮个同工咧开会啊吼，啊要来筹备就对。啊，你有好的见证，啊你甲写出来。啊，你若讲啊，我较少咧写文章，咱会当安排人甲你访问啦，吼，意思讲口头的、口述的，啊咱则请咱写到写文章的兄弟来甲你写做见证集，吼，啊差不多一篇吼2000字左右啦吼，一篇差不多2000字左右，啊欢迎大家哦吼，欢迎大家。来投稿，虽然时间也有一地，安尼写文章无遐紧嘛，写就搁改，写就搁补，啊，所以呢，尽量今年就甲写互出来，吼，啊，明年就收互济安尼，啊，今年就通收互济，啊，明年然后开始编排，吼。过来，咱顶礼拜有请黄青松吼来见证啦，吼，啊，咱小会有同意讲，若有人要关心泰北，啊，泰国北部的即个奉献吼，你会使为着指明讲啊，我要为着泰北的宣教奉献。啊，若无你讲我要参与任用即个囡仔，啊，你若讲啊，我都200块尔，200块一口，啊15口就是1000嘛，吼，会当甲参加，甲注明就对啦，吼。啊，另外咱也要恭喜云萍姐妹吼，伊的查某囝要伫5月25。早起9点半伫本会来举行婚礼，啊，咱欢迎来参加，啊，来甲因祝福安尼吼。佮另外是即个咱有保罗牧区的林明瑞弟兄吼，啊，伊有开一间叫做知心体验馆，啊，要伫今仔日下晡1点举行开幕的祝福礼拜，啊1点半要举行开幕的第一会啦吼。当然，即个开幕你时间袂当去是袂要紧，因为小组甲牧区会去参加。主要是讲，因为要开放1个月的体验，吼，意思讲
帮忙你身体健康，定个 SPA 运动安尼。啊，咱知这新的仪器啦，你家己体验较知影，无师袂晓讲。啊，足侪兄弟讲饲了，真好，真舒服啊，吼。啊，毋过伊即款实体的体验吼，拢爱用时间，啊，佫爱有张床互你倒，所以爱先登记，吼。啊，所以你若有想要体验，啊，你先打电话去预约就对。咱富强教会1个月内啦，吼，拢要互咱免费的试验，啊，欢迎大家啊去来参加。差不多伫高速公路附近啦，吼，高速公路附近伫人力交流道附近，啊，咱最后教主自己找就有安尼吼。过来是咱本会陈永成弟兄的老母吼，啊，老秀琴姊妹啊，伫4月30受主温调，啊，要伫5月11过来拜六再去伫大湖教会吼，伫咱即个南平遐无偌远的大湖教会吼，来举行对事礼拜，啊，请大家为着即个家庭来代祷求主施乐安慰吼，啊。儿童夏令营要开始啊！吼，7月18到21，7月18。啊，像咱遐早就甲咱讲咧，因为咱足侪父母拢提早咧安排囡仔的假期嘛，吼。啊，所以你甲即个时间记起来，7月18到21，啊，咱安排咱的囡仔来参加即个夏令营，你会的确有得到真好的修行，吼。伊的主题叫做“我是 EQ 小主人”。啊，即个牧师今日讲的主题要相关系吼。咱训练囡仔，袂去互情绪影响，袂去互别人的话甲伊伤着。啊，这 EQ 足重要，吼。啊，咱鼓励咱的囡仔啊，对国小1年级到6年级啊，踊跃来参加吼。好，啊，咱小等下咱有庆生会，啊，咱请咱遮的受请来接受咱的祝福。咱甲时间到，咱的师会。上迎请会众起立，愿上主大仁爱。煞了后，请夏牧师祝祷。上主大仁爱，延点你心爱，主的听每时刻，他必延同在。现在领受上帝恩典甲祝福，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扶持引带，甲咱正大家三角同在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咱请坐默祷，准备来庆生。了花使咱大家拢平安，咱只是要为着5月份的受请来唱祝福的诗歌。咱请5月份受请，咱听起来好无？5月份吼，有几10位的兄弟，啊，咱吟诗祝福煞，咱要请苏美姬老师来分蜡烛，来大声来唱，受请才起立无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万事顺。祝你生日，英文的来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
birthday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。来，咱的首先苏美姬老师来本老师来，慢慢来啊哈。愿祝福你5月份的寿星，咱一个祝福的祈祷，才来结束。主管的上帝感谢你，5月份是亲子月，是温馨的母亲节月。阮为着5月份的寿星献上感谢，上帝互因伫人生的日子，每一遍的生日拢领受到最侪人的祝福，特别是对上帝来的恩典甲疼痛，也互因伫生命中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款式，也互因所做的工乐荣耀你的圣名。主啊，赏赐因有健康、有喜乐、有水的这个工作、甲事业、甲家庭，也互因有主你的疼，甲因同在。阮奉你的名祝福每一位兄弟姊妹，互阮转去路站一路拢平安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也隔壁祝福一下吼，愿主祝福你，好，多谢。